歡迎大家收睇冰島之旅行程。今次我哋會由香港出發到冰島，我哋會逆時針開始，首先去咗好出名嘅藍湖溫泉，之後經過南部維克鎮，轉過冰島最大嘅冰原 Skaftafells， 我哋仲會上去行翻轉，再去東部嘅 Hefn 附近，仲有個好靚嘅天空之鏡，同埋會去發夢王大冒險取景嘅 Seyðisfjarðarkirkja 都係好值得去嘅地方。而 Bakkafrost 睇好得意嘅 Puffin， 完成咗南部同埋東部行程，我哋就會前往北部嘅米湖嘅地熱區，有歐洲最大嘅代提瀑布同各個火山口湖，仲有最正緊係嘆下米湖溫泉啊！北部嘅第二大城鎮 Akureyri， 我哋會玩2日，分別會去 Húsavík 睇鯨魚同海豚，仲有親親可愛嘅冰島馬。之後我哋會揸300幾公里車，向住西面大長征去到 Stykkishólmur， 呢一度有白日夢冒險王靴子酒吧同埋紅色燈塔。離開咗白日小鎮，我哋沿海地區橫轉斯內山半島，之後就向首都黃金圈出發。黃金圈包含有新格維利國家公園內黃金瀑布同埋間歇泉，附近仲有好靚嘅 Lava Tunnel。我哋參加咗當地團同埋睇火山口湖，最後我哋會返去首都雷克雅維克市內遊1日，就正式完結咗12日嘅冰島行程啦。出發嗰日，我哋喺機場 check in 完之後就入咗去 lounge 食咗少少嘢，然後就準備上機啦。今次我哋坐芬蘭航空，經過14個鐘頭機，我哋去到赫爾辛基等轉機去冰島，去到時仲啱啱好就睇到日出添。冰島比香港慢7個鐘頭時差，所以我哋到埗仲係當地朝早7點幾。冰島唔使經海關，可以直接出境，而一落機第一樣感受到嘅就係當地物價，所以我哋就只係食咗個熱狗就準備拎車出發。今次我哋係 Blue Car Rental 租車，去佢哋個公網度之後選擇日期同車型。夏天因為係熱門嘅旅遊旺季，所以租車價錢會貴啲。喺冰島我哋都係建議租4驅車，因為冰島有 DF 公路係只可以用4驅車入，用2驅車有事故，保險就會失效。租完車出發之前可以網上 check in， 咁你到當地後就可以最快嘅時間衝去 Keybox 拎車。呢架就係我哋今次呢12日揸嘅 Kia Sportage。第一站嚟到 Blue Lagoon， 介紹翻個預約方法先。我哋去翻佢哋官網嘅首頁揾翻預約，入埋個日期，下頁就要選擇要用咩 plan 啦。最平嘅有 Comfort， 包一杯飲品同一個泥膜。貴少少有 Premium， 就包埋有另外2款泥膜同埋第2杯飲品。最貴嘅套餐呢度唔多介紹，詳情可以上去網頁睇翻。之後就會見到有唔同嘅時間，通常朝早同埋夜晚會平啲，我哋就選擇咗 Comfort 就夠。記得自己帶埋毛巾同埋拖鞋，因為都係唔包。選好咗時間之後就可以去俾錢噶啦。沖完個身就可以準備入去溫泉區啦。入面望出去都煙霧瀰漫，今日天氣唔係咁好，希望唔好太凍啦。我哋沿住呢一條步道慢慢行出，呢一個地方都係成日 YouTuber 介紹片影嘅地方。推開門就開始進入藍湖，藍湖池水比想象中熱。藍湖溫泉係地熱海水溫泉。藍湖嘅水除咗因為水裏有矽土、礦物質嘅成分同埋海藻之外，由於水中嘅矽土會折射陽光嘅光線，因而產生出藍色。由於富有大量豐富嘅礦物質，某程度上可以紓解精神壓力。而藍湖嘅湖水對治癒皮膚病亦都有特別嘅療效。我哋先嚟咗呢度拎咗個泥膜先。基本上最平嘅套餐就係得白色㗎，佢會掃你手帶，之後就俾一嚿火山泥你就可以去旁邊嘅鏡度慢慢搽上個面度，搽完等10分鐘就可以洗，之後可以去旁邊焗下桑拿。而另外套票包一杯飲品，你可以選擇啤酒或者特色飲品，我哋就換咗一杯啤酒同埋 Green is Good。特色飲品仲有 Slush Ice， 佢係 blueberry 汁，可惜到我哋時賣晒冇得飲。換完飲品就可以去旁邊一路浸一路嘆。我哋大約玩咗3個鐘頭左右就離開藍湖，準備去附近一個叫 Grindavik 城鎮食個午餐先。
呢度距離南湖5分鐘車程，我哋喺網上揾到一間叫 Papa's Restaurant 嘅餐廳，我哋叫咗個 pizza 同 fish and chips， 嘢食分量都好足夠，同埋炸魚嘅炸皮都好薄，肉質好滑。食飽飽就準備出發去距離2小時車程嘅第二個景點 Seljalands Falls 塞里雅蘭瀑布。塞里雅蘭瀑布喺冰島旅遊景點當中，亦都係相當出名。佢雖然唔似其他幾個大型瀑布咁壯觀，但係因為可以順住步道走入瀑布之後邊，瞬間好似嚟到孫悟空嘅花果山水簾洞，所以亦都被叫做水簾洞瀑布。如果天氣好，仲可以見到彩虹。不過入去之前，人同相機先要着好防水裝先得，唔係就會濕晒身㗎啦。出嚟之後，沿旁邊小路向前行，有個好高好壯觀嘅秘密瀑布。穿過山洞入去要涉水而行，咁記得做好防水先入去。之後我哋去今日第3個景點斯科加爾瀑布 Skogar Falls， 又名彩虹瀑布。不過我哋今日天氣麻麻地，見唔到雙彩虹。雖然有啲失望，但係一場嚟到都入去影一影相。由香港出發到而家，我哋已經連續36小時不眠不休咁玩，係時候去我哋今次行程第一間嘅住宿 H4 Cottages。佢位於維克鎮附近嘅一個農場。自之前澳洲之後，好耐都未住過呢一啲屋仔。我哋今次香港準備咗好多食物過嚟煮，事關呢度啲物價實在太貴啦，唔可能每一餐都外出食。Day2 我哋會去冰島，夏天必去嘅黑冰洞，呢一度係冰島嘅第2大冰原 Killer Ice Cave， 玩完冰洞，下晝我哋仲會圍繞住維克周邊景點、維克教堂、美軍嘅飛機殘骸、迪霍拉里半島同埋黑沙灘玩下。大家下集嘅冰島之旅再見啦！